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果子吃；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：我至何时方把家还？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，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，悲伤地哀嚎叹息，纷纷问老母娘：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母言答：3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。老母娘回答说，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，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，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，告一回家之路。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千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心有一悲生大放为母，我且合同赋予。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缘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焉。从此，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点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，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，安得闲于不？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美享而在世苦，母亲难安。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，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寅会生人以来，至今未知出，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千古，一别6万多年。今时夏运已至，为母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度收圆，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唤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，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3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。3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，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一人一出错，一理是良心2行公了，愿天不能言，地不能喻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结论而的敦厚善良，造就母的完美圆满，儿的光明坦荡，照耀母的灵明清虚，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，儿的
的知足感恩，建立母的欢乐喜乐，儿的无私无我，辉映母的无边无量，儿的屹立不摇，契入母的永垂不朽。本尊与分身关系。On call. 资料来源网址//drive.google.com/files/d/0b_underscore friend1_score_cas1
色魔灭，少同兄，长安令，何天一，于太尉州，称以有官事之意，干事之两，其中云量天所动，若乃包罗百计，稳宗百世，登高能复宁。
三国志，西晋陈寿的宋裴松之路。目录卷一魏书2魏56文帝纪第2卷3魏书394零帝纪第3卷4魏书4赵帝纪第4卷5魏书505。